来肥了。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村民太飞》，我是主持人陈明珍。今日《村民太飞》录影现场来到公共集团到南浦嘅新闻中心，来让观众朋友继续来关心了88水灾后续嘅相关问题哦。今日嘅新郎8月20日离开了风灾水灾已经有14年，将近半张年按计划哈。那目前嘅工作嘅重点要从抢救变做嘅灾民嘅安置。那行政院到8月20号呀，验费地都也通过嘅，用3年1000亿嘅方式。1000亿元的金额来完成了灾后的重建工作，到底呢个工作，千头万绪，我开始做起呢，我把本来都屋卡田园，青年都冇睇了灾民，我把都身心都在安顿下来呢。今日有请到现场来宾共同参加讨论。马上俾介绍现场的来宾，第一个是内政部营建署计划组的副组长苏俊荣，苏副组长你好。你好各位观众大家好。第二个来宾是财团法人921赈灾重建基金会的执行长谢志成谢教授你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他哋为您介绍的是财团法人法鼓山呀社会福利慈善基金会的副秘书长市场法师你好。主持人好，两位来宾，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好，其实礼拜嘅水灾当中，然后啦921太系统的比较，也灾后嘅抢救来一种嘅安置嘅工作哈，其实还有啲冇共用啦，因为当到嘅灾民佢哋嘅田园、屋卡总下本水打走嘅，921系统过后呢，可能还有啲地方再年梯来重新来起佢哋屋卡，不过呢一种嘅本太水打走，風也水災過後嘅災民，樣把佢前度嘅地方再本佢哋安家樂福我記得唔好過於冇屋嘅好低，喺個心理呢度方面，因為乜嘢安頓下來呢，我想咧都會政府嘅腳嚟做嘅事情哦。唔過你先嚟聯繫下，你到呢種嘅屏東嘅記者意見哦，嚟討一下呢種嘅目前到屏東嘅災民收容中心地度嘅災民，佢哋對政府因為按自己的原來嘅想法。風災成日以風災過後呢，呢度嘅災民嘅家業都受到嚟破壞，也係同屏東縣各使用嘅新豐國小，同一單呢差唔多要使用60世紀嘅災民，其中呢包含嘅客家鄉親。如果一下呢暑假就會結束嘅，同時呢慢慢陸陸續續嚟開學，啲災民呢就開始少，可能呢比來冇地方學嘅。不過現時屏東縣政府呢仲會將下條安置頭附近嘅開建農場，不過呢災民生活程度還係都希望轉到自家嘅屋卡嚟喺度，亦就先嚟看一下有條災民習慣條隊嘅講法。因為即間迄個地方迄習慣也蠻愛使來迄，可能又要一個新環境，還是講最主要是安尼北方嗰個安尼地方做風了，就沒有這種的問題。也蠻容易冇地方來講，也差唔多7、8月咧，都行喺風台時陣，我啲個底都比較較冇安全感。所以講，行啲8月18多了嘛，我攏帶了。安尼不卡是3合院，3合院容易多水，都讓診所好啲。安尼們都即係兩個如看辦，有啲辦到啲帶都辦到啲帶，較刺眼啦，較自己不卡。情況就是家具都全毀了啊！我們東西都搬光了，因為我們不敢再住在那邊了所以議員幫我們安頓，暫時現在還在這邊。我們這個禮拜天就要搬到那個大金那個休閒農場去，那個有用那個組合屋，要蓋在這個學校裡面，已經跟校長協調好了，組合屋好了，我們就搬回來組合屋住這樣。禮拜二呢，縣政府呢仲會讓亞條災民呢安排啲亞嘅附近嘅大建農場嚟慳下來喲。講現時屏東縣政府未討當地嘅推表，還有村民呢佢會討論過咧。兩排仲會啲新豐國小亞達備協16間垂直較好嘅屋個，亞條災民就做得安心嘅慳下來。不過災民還係最希望亞嘅附近嘅屋做得更加來起好。其他條將做得安心轉移自家嘅屋卡嚟喺度，以上就係記者圖現場嘅最新情形，也留鏡頭高文本高雄嘅村民睇片嘅現場。
好，感谢您记者吴军来到李亚中的屏东狗书的现场的连线报道哈。刚刚这个居民提到，就是灾民提到说，其实他们现在是暂时住在新丰国小，马上就要开学，他们就面临就是说要到大金农场去暂时居住哦。那我想请教一下这个苏俊荣苏副长，就是说居民都希望说有这个组合屋，那目前在这个部分，他们是不是有办法，就是说很快的有一个居住的地方？这组合屋的目前的这个进度是怎么样？这一部分我来说明一下哈，也就是说这一次灾害发生了以后，我们内政部营建署在8月10号就快速的询问给各县市政府，就是说如果为了安置灾民的需要，要兴建组合屋哦，我们内政部有定一套，就是说临时住宅兴建作业及管理要点哈，赶快根据这个规定。将要兴建的地点跟需求量赶快送给我们。那目前呢，我们内政部也是有几套就是要安置的方案那等一下我再来说明至于说组合屋的部分我们还是按照县政府他统计的需求，还有要盖的地点通知我们内政部，我们会积极配合协助县市政府来兴建组合屋。所以等于说，居民他们现在要等县市政府这边做个统计出来之后，这边才能够做后续。是的那执行长这边，那个苏副组长所提的跟我所了解的是一致的就是地方政府必须要把土地找出来，那经过勘查是适合兴建组合屋的。然后依照过去的经验，组合屋该怎么盖，也有一些资料在营建署的一个手上是。再来的话，就配合目前政府所提出来的3择1的这个安家计划那由受灾户来选择，到底是要领取租金补助，或者是要进驻组合屋。那这个经过访查调查之后呢，把数量提出来，我想包括很多的慈善团体也愿意进来兴建组合屋，应该可以在很快的时间之内呢，来符合大家的一个期待。但是我必须要提醒大家，也请大家共同面对的就是那个等待的期间是没有办法回避的。就是说提出申请到真的进驻这个等待期间，要快则2个礼拜，慢则1个月的时间政府也不能因此而推卸责任在这个过渡阶段，如何来辅导这些受灾户，特别在刚刚所提到的这个临时收容中心，对，因为整个居住的环境对跟我们所想象的是有很大的一个落差，几百个人住在一起，对，所以很多问题是在这个阶段有产生出来总是有更多的一个耐心跟爱心来陪伴这些受灾户度过这个最艰困的是一个时段。所以我哋要提供一隻做天花啦。目前現在仲係24小時服務專線係郵費嘅安家方案。目前咧安置嘅問題呢，就通過係營建署嘅計劃組嚟負責聯絡啦。24小時服務專線係台北0287722533。還有啦0287722740，還有87722747。這個是營建署這個安置問題有這個24小時服務專線，所以災民只要有任何問題都可以打這個專線去請教相關的問題就對了。是的。OK， 好。我想了解你目前都屏東所看到嘅情況哈，個連線都高雄，本啊面都高雄嘅記者尊子，然後你講下目前都高雄那種嘅福岡山嘅災民呢，也使用中心嘅災民，佢哋對於安置嘅問題，佢哋想法有乜嘢呢？尊子。記者也好同高雄人太舒強嘅福岡山到目前為止，它有1200位嘅災民本安置投入位。佢所講嘅南北嘅安置問題係一個大問題。唔過呢，高雄人政府有規劃嘅對8月19嘅時節有規劃嘅一個方案就係講對兩個地點設立所謂嘅組合屋。唔過呢，有兩個地點第一個係對甲線嘅五里埔地區，另外一個對六桂里嘅新民莊嘅一個都講嘅廟堂天母聖宮依幾位設立所謂嘅組合屋來安置一條災民。唔過呢，雖然講政府有設定嘅兩個地方，唔過鄉親呢還是有18個意見，現在談下一條鄉親8個意見。
阿伯，请问一下吼，也下政府现的也两个起点，有乜个想法？就我想法吼，到第一就是讲，唔好种做唔好啦，较简单起就好啦。哦，佢嘅天不本嚟我哋嘅流面嘛，哦，本嚟天本我哋自家有錢，有賺錢就慢慢要讓那個起較好啲樣呢。而家那起到聽好本我哋我立嘅錢我哋立唔起呢啦。或者唔少地方你係建設都先買嘛，台灣去到工廠啦，咁嘛仲都冇錢，我裝到就錯嘅啦，建起買嘅啦。哦，有錢都起好，冇錢都真係低一啲嘅話呢。哦。阿伯什麼？邊啊？請教一下吼，即馬政府是經這兩個所在，你有啥物想法？經兩個所在，我是無啥物意見啊，迄個同意啦吼。希望伊一定愛起這貫穿互阮大較有適合啦。伊自講阮住咧較無適合，希望講伊會當關這個地吼，互阮安尼來大起這貫穿呢種嘅形態就可以啊啦。這溪較適阮來大安尼，因為你話較濟吼免爬起爬落啦。大種土家咧爬較方便啊，免爬樓頂，因為6、7、10歲爬較無適合啦。是來住家厝較穩當，風台也無啥要緊，也免驚地動，迄上安全嘅啊。我意見是安尼。未來生活你有啥物想要甲政府講的？未來生活意見，我是講即馬這段安尼，是毋是咧老人嘅身體當增加？阮即馬是固定領3000爾嘛，是毋當增加出來，互阮補貼阮嘅生活安尼啦。因為阮是攏領3000爾嘛，會當加1-2千啊，阮嘅生活就較無遐嚴重安尼。較欠啊5000塊，一個人可能來食就夠安尼啦。我意見是安尼啦。對啊，多謝啊。其實咧，一個仔面其實就想有一個天貼嘅想法吼，也希望佢哋會上映做到本政府談到。以上嘅記者同現場嘅採訪報道，將現場交還本面真。好，感謝尊師都高雄嘅呢種嘅採用。灾民的輸用中心所帶來嘅連線報道吼，嚟到目前輸用1200個同南馬西亞很多家桃園鄉救出了個災民哈。目前政府選了在山林國中旁邊有個台糖五里埔的土地，還有這個在六龜有個一貫道道場天母聖宮旁邊，大概有人捐出30甲的土地，希望來做這個組合屋來安置這些災民哦。但是我們剛看有些災民，他們希望說有自己的。你能夠給我土地，然後我自己蓋，我慢慢賺錢來蓋，有能力就蓋好一點，沒有能力就先暫時居住下來啊。那我想請問一下，這個老師就是說，這個跟過去您在處理921的狀況裡面，這災民的心態是不是一樣的？對家的期待。10年前是大地震造成屋損，那麼人傷亡啊。那這次是風災、水災造成家園的破損。那受災戶希望趕快重建家園的期待是一樣的。那我也只能提醒大家，蓋永久的住宅需要一段時間，可能沒有辦法如同大家所想象中的那麼樣的迅速哈。所以在永久住宅重建完成之前的這個階段，不管是到外面租房子，或者是住進由政府或者是慈善團體所興建的組合屋，是沒有辦法避免的。就是這個過渡期是一定會存在的。這個過渡時期是沒有辦法避免的。那目前政府也提出所謂的3擇1的一個安家計劃。那我們現在就來介紹一下這個3擇1好了哈。目前政府有提出所謂的安家計劃哈，是講買屋嘅也漂泊嘅，甚至係接觸安置3選1啦哈。那這個漂泊嘅人呢，達夫係3000到15000嘅元，好，1戶5個人比含哈。我輕重要係申請人而減負租賃契約，這個部分是不是請教授跟我們講一下？就是說，現在有很多房東哈，他們其實變成說，你跟我承租房子，我怕有這個稅收問題哈，那我們就不要有契約關係。可是這種如果沒有契約的話，到時候就沒有辦法申請這種安家計劃自行租，就沒辦法申請這個生活補助金。這個是不是要跟災民來提醒一下？這一次的一個安家計劃裡頭，特別在申請房屋租金補助的部分呢，加上一個必須要減負租賃契約的銀本啊，這是因為過去在921大地震之後的一個安置政策所延續下來的哈。那10年前大地震之後的第1年的這個租金補助是不需要減負租賃契約。是，那這一次為什麼特別要加進去？我想目的是在哪裡？大概就是基於這個所謂的這個資源有限的一個原則嘛。是。那也希望領租金的人確實去
承租这个房子哈。哦，那虽然10年前有这样子的经验，不过它也针对没有办法取得租赁契约，因为乡下地方很多人比较节省嘛哈。是。那他不住进组合屋，但是他可以在自己的田地上面盖个公寮。对。是不是政府也能够针对这些人的一个特殊需要哈？给予佐以补助，就是说他可能补助的这个房屋租金呢，没有办法像有签署这个租赁契约的人来得高。但是也对这一类的这个比较弱势的人有一些政策上面的一个补充这是可以请政府来做思考的不过目前为止我们所看到的一个安家方案，确实在租金补助上面要减负租赁契约，这一点也要必须提醒大家要注意到，免得到乡公所办理这个租金补助的时候，承办人员要求要租赁契约，结果拿不出来，然后在柜台前面大家大吵大闹，也不是好事情。你爱踮迄楼头摆建议，他们有强用是讲，有咧种诶漂泊的契约啦哈，哦，咧，咱个再看下了on個跟住審善意嚇，係因為係買屋嘅經驗嚇，呀，特富係擺，特富嘅額度係3000到生活補助金啦嚇，就推款最多350萬元嚇，你講係買屋嘅經驗吧，推款最350萬，係簽購係20年嘅萬嚇，啊，再來係有政府來安置嘅話是去啦臨時嘅註冊，甚至係講永久性嘅屋嘅，又來安置嚇，又係入部分咧，像你節目有開放 call in 哈，你 call in 天發係0726933368，0726933368，0726933368。如果有這個災民呢，如果鄉親您現在正在電視機前面看這個節目，有什麼意見呢？其實可以 call in 進來。但是呢，嗱到列哈成 call out 出一本高雄縣政府沙批出個處長吳立學啊，請這個社會處的吳處長跟我們講一下，說目前這個高雄縣政府社會處對於這個災民的安置部分的工作進行得怎麼樣了？處長。您好，我是。那我想請問一下，就是說很多災民他們擔憂，就是說，他們馬上這個面對他們收容中心，譬如說小學啦或學校，他們要開學了，沒有地方可以這個下一個安身的地點在哪裡不清楚哦。那目前針對這個部分，高雄市社會處已經做了哪些這個工作，可以來安置這些災民的？是的，目前我們高雄縣的那個緊急的那個安置收容中心哈，目前在25個點哈。那大部分是在我們的內門、旗山那一帶。那另外就是除了這裡以外，包括我們的仁武、鳳山、鳥松、岡山，有很多的教會都在協助啊。另外還有一部分就是也有高雄市的一些教會、基督長老教會的一些朋友在協助我們照顧這一群災民。那我想目前我們幾個比較大的災民收容中心，譬如說內門的聖賢宮，還有旗山鎮的佛光山的禪淨中心，以及我們內門就是在大樹那邊佛光山寺那邊的災民收容站，其實人數都蠻多的哈。像尤其是佛光山寺，大概有將近1200多位。那怎麼樣能夠讓我們這些就是災民朋友、鄉親朋友能夠銜接到第2階段的一個收容中心就很重要。所以目前我們大概有3個步驟在處理哈。是，第一個步驟都已經完成這災民的這個造冊了嗎？啊？都已經完成這個災民他們這些戶口的這些造冊都已經完成了嗎？你是說造冊？對對對。對，名單都有了。都有了。我們災民收容中心目前掌握的名單哈，就是有將近4000多筆。那目前還在災民收容中心的有3600位左右。那其他有的可能是親友接走了，但是他所享有的福利跟權益的保障，並不會因為他是依靠親友就有所不足哈。那因為名單都在我們的掌握當中。是。對。那您剛剛說的3個步驟是哪3個步驟？3個步驟的第一個就是我們會銜接的就是內政部就是有協助推出來的一個優惠安家的計劃，就是有所謂的就是針對房屋虧損不堪居住的，有一個自行租屋的啦，或是自行購屋的啦，或是由政府提供組合屋安置的，就安家計劃3選1就對了。對對對。那另外對於就是道路中段，那他其實家鄉的房子並沒有壞掉，那等到交通如果搶通了之後，他們就可以回到自己的住家的這個部分，我們也會提供就是暫時的租屋的一個補助的部分，來協助他們。
那这是目前内政部所提供出来的措施。那为了鼓励他们能够就是跟自己的亲友在一起，或者是到外面去租房子，我们县政府这边也提供出来，因为很多的一些灾民朋友跟我们说，他们没有就是要租房子的话，可能没有押金。对。所以县政府这边也针对就是你要去租房子的话，我们会就是赞助5000块的押金给我们的一些乡亲朋友。那这个5000块押金可以跟什么单位或什么样的这个人团体去请领呢？这个押金就直接县政府，如果他选择去租屋的话，是我们就会送给他了。直接就在灾民中心、收容中心就会发放给他们。对对对，那他们就可以就是跟租金的补助跟选择租金补助加生活补助加押金补助，就3个绑在一起。对，然后就让他们可以去做他们的处理。那如果他不愿意，那他选择组合屋。目前我们的组合屋也已经在相关单位在积极处理，甚至有的已经在开始整地了。那希望在2个礼拜之后就有第一批的组合屋可以出来。所以希望说2个礼拜以后，就是说这个9月中的时候就会有这个第一批组合屋出来。对对。那预计这个第一批组合屋大概这容量大概有多大？目前第一批的部分最快的应该是在100间左右。还100间左右。那另外一个部分，我们还有第3个步骤，就是如果你去租房子，那你不一定要急着进组合屋，因为从921的经验当中，其实组合屋并不是一个最好的选择。好，那所以我们就有衔接就是从租金补助直接衔接到永久屋。所以那目前慈济已经跟县政府这边签订了一个意向书，那由县政府提供我们在山林乡的一块土地，那慈济要帮忙盖永久屋，所以我们目前正在调查有多少的一些朋友。就是你没有房子啊，你要选择住永久屋的部分，慈济要盖给他，送给他们。那这块在山林乡的土地大概在哪里？可以跟我们先透露一下吗？哪里？您说在山林乡有这个慈济要盖组合屋这个地点，大概在我们山林国中的附近有那个台糖的大片的土地。是台糖土地。好，那谢谢处长。不会，谢谢。好 ，OK。好。感谢高雄市嘅沙批处长接受您访问后，目前提到是讲有当民生要起点呢，有那种嘅灾民输用中心。那另外呢，新重要係利用到禮拜以後呢，是有100間嘅組合屋會出來哈，那災民都有神像來去待哈。你也有接觸 call in 天發係0726933368啊0726933368。不過我想先請教一下我們的市場法法師，說您剛從甲仙回來啊，那高雄甲仙这部分，您在灾民收容中心所看到實際的狀況是怎麼樣？跟我們說明一下好不好？其實我待的天數比較多，是在六龜，一直到今天我才跟我們的團隊到甲仙這邊。是。那甲仙因為主要收容是小林村這邊的受災的民眾，那今天他是他們親人的2期，所以小林村大部分的500-600人都到這個現場去做法會。那留在現場呢，反而是就是周邊就其他的那個村，另外還有4個村也在那邊。那這一部分的村民，他們就說相較之下啦，他們受到的關注其實是比較少的。就變成說小林村以外的其他，那是哪些村呢？有東安、西安、和安，還有一個是關山。東安、西安、和安、關山4個村，對，那他們需要什麼樣的協助？就他們其實也一樣，就是以目前來講也是一樣，是在安置的中心裡面。可是就是說那種關懷啊，不管是物資大概現在普遍來講是都還 OK。可是就是說這種慰問關懷的部分，感覺他們是比較被忽略的。他們有這樣的心聲，也包括小林村1到80。這部分的村民也有這樣的心聲，因為這次受傷很嚴重，是8到19齡嘛，所以變成說1到80其實就變成說相對的，他們得到的關懷是比較少的。我今天了解到的心聲是這一部分，所以我們會盡量去補強這一部分。那有聽到說他們對於將來的安置有什麼樣的想法嗎？我比較了解是在六龜，因為我們在六龜，我們是挨家挨戶，就是說只要有受損的半毀或全毀的民眾，我們就會去了解一下，說，他未來短期的安置的問題，還有長期安置的問題，他的意願是什麼？對，是說，他可能讓他的小孩接過去住，還是說在外面租房子，還是說他有意願住組合屋？是，好，就是這些意願我們會做一個清楚的調查，那再提供跟鄉公所這邊來做配合，
好，然后来这个。所以目前就还在调查当中，就对了。对，我们因为一边调查，一边也跟县府这边表达的说，其实法鼓山也愿意来配合做这个组合屋跟永久屋的这个建筑的这部分。好，那现在就看这个我们县府还有中央这边的安排。好，那我想请问一下，中央这边的安排目前是怎么样？这边我来说明一下哈，就刚刚我有提到哈，我们优惠安家的3个方案啊。第一个方案呢，就是说哈，在自行去租屋，那在对于租屋的租金呢，要由政府来补贴啊，就是说每户每个人3000块但是是以5口为上限，最高金额是从3000最高到1万再来就是属于生活的赠助金每人每个月就给3000再来就是还是一户以5口为限就是说最高也是1万5这个期限呢是半年。再来第2个方案呢，我们所谈到的就是鼓励就是自行去购屋。那购屋的话，我们政府在提供优惠的贷款利率，也就是最高贷款金额是350万。是。那贷款期限呢？这利率是0.533%。这个教授，这个0.533，这个不是0.533这个我说明完它个贷款的优惠利率呢是按照中华邮政的储金是2年期的定储减0.533那目前的利率是592，再减掉0.533。不是，目前是0.592。是，它会随着中华邮政储金2年期定存利率变动。是目前是利率的低档，所以只有0.592%，已经很低的一个利率。但是自行购物的部分呢，我们还是发放给他生活的赠助金就刚才我所讲的从3000到1万5。另外最后一个就是由政府安置。最后才来是由政府的安置。那政府安置的话，我们现在就刚刚在有民众所谈到的兴建组合屋呢，或是说由县市政府利用闲置的营区里头的营房设备赶快整修来安置，或是说公有的建筑物闲置的都可以提出来，但是由政府来安置呢，原则上就说他不得再去要请领那个房屋补助金也不可以去领那个生活的赠助金。好，那我们现在连线给这个屏东这嘉东乡的乡长赖宪和赖雄壮我们请教一下，是赖乡长说目前这个嘉东乡这个安置的状况是怎么样？这是乡长。有。赖乡长目前礼拜嘉东乡饮水饮乐农业村目前灾民的安置情况，做动用蛮行的，住客户还没起好诶，民众想去待嘛？目前，咱来安置的灾民乡亲呢有700人就登记组合屋的有400人700人户。这种样品屋已经起好的。目前开始进梯整地好，马上就盖组合屋。所以咱民众看那种的组合屋的样品还满意吗？蛮满意，唔会查，唔会查，系啊。所以是讲，咱个唔讲有700个人嘅灾民嘛，登记有400人嘅人嘛，剩下的无登记嘅人，其实我想嘅安置的方式系乜嘅？我相信因为我哋心理家园的进度不可预期，因为拖泥带水。拖泥带水不是进度，而是烂泥巴啦，带一点水啦，又夹杂垃圾，所以说进度不可预期。所以说我们的乡民都先登记。如果说我们进度够的话，搞不好组合屋还没有组好，我们的整理家园完成了，大家当然要住到自己的家里。所以讲来签实的啦，还讲舒服。是讲签实的，讲水喺推特的法师带到7个不会失错嘞。好，我听不清楚。好，乡长，你意思是讲，假使讲水推特不卡整理枪诶，村民还是想带到7个不卡失错，冇听到带组合不？错。
好，自己家里比较舒服嘛。好，感谢乡长哈。多谢，多谢。好，了迄目前都家动上嘅乡民的登记啦，做下无个情况哈。你先先看一下，广告以后继续来参加讨论。